Hello，安仔啊，成個禮拜冇拍片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個 topic，我覺得都幾有趣嘅。嗰個題目就叫做被遺忘了的70後。70後你計計數咧，就係我哋都50幾歲啦。大家我諗經常都會喺網上或者 media 會話千禧年啦，即係啲廿零歲嗰啲啦，跟住有90後、80後。但係你留意下係好少人提70後啊！我唔知點解，我覺得真係好少人提70後，即係50零歲啲。但係又好得意喎，我覺得60後又有人提喎。60後嗰啲咧，你當你真係1960年出世咧，你就變得已經係真係60幾啦。60後嗰啲就已經係踏入退休年齡。我哋70後咧就係50零。如果你做到60歲退休，如果你好命嘅，你都揾到錢嘅。或者你55歲退休咧，你就差唔多仲有2年做嘅啫。咁你如果做到60，就仲有6年至7年做。咁如果你可以做到65歲，咁你仲有10年8年啦。咁當然你或者你自己做你自己生意，或者 freelance， 或者係你有啲公司肯請嘅，你將你做到60幾70歲都得。咁但係如果可以嘅，就即係我覺得係要睇翻個人都唔同咯情況。咁就我從來都未講過話70後啊點嘅嘢嘅。咁又或者我好多片裏邊都有提過70後50零歲嘅人嘅情況會點啦。咁如果一個香港澳門嘅出世嘅人70後，咁已經係經歷咗呢一個叫做結婚啦、生仔啦、唔同嘅公司啦、唔同嘅行業啦。咁有財富嘅，如果好彩嘅，或者係你計劃得好嘅，亦都冇不良嗜好嗰樣嘢咧，咁你都有亦都有一定嘅財富，或者層樓已經供完，或者就嚟供完啦。咁你啲細路仔已經大啦，呢個係好 ideal、好理想嘅，或者一般70後香港澳門嘅人都會覺得係好指定嘅動作。你都50零，你個仔應該有20、18、22，咁跟住你層樓就供完，咁你亦都係一間公司嘅中層。咁可能有3萬至5萬蚊一個月，呢個係所謂係比較理想同埋比較 ideal、比較理想嘅情況。咁實質上可能會比呢啲更好啦，又或者係比呢啲更差啦。我覺得就方方面面都唔同嘅。咁就70後嘅人係我自己就老鼠年啦。咁70後係啦，我自己72年嘅。70後其實都包括好多㗎嘛，係咪應該可能係由50零至到即係40零至50零啦，因為你70後都你由70年至79年都算70後啦，係咪咁樣？係咪咁樣個 standard 係咁咧？我就唔知啦。咁就好多人都提，我記得以前啱先睇啲片咧，佢話我哋最慘嘅80後90後，而家30到40歲咁樣，咁嗰啲啱先供樓買樓就最貴，咁而家又話又可能負資產，又話要受裁員嘅乜。其實我想講句，即係我代表70後講，我哋何嘗又唔係辛苦咧？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嘅爹哋媽咪已經走咗啦，即係有啲70零歲就走咗啦。咁爸爸係80幾歲，咁就都80零歲，咁咪都開始身體都差啦，各樣嘢啦。咁我哋70後嘅身體都其實開始都唔係咁好啊。即係譬如你話電腦嗰個，我覺得睇人啦，即係電腦唔係咁叻啊。學習會慢啲啊，體力會差啲啊，容易啲攰啊，咁記憶力都會差啲啊，類似係咁啦。咁但係你有經驗談咧，其實我哋就好有經驗㗎。咁就我哋對上工作上面有啲係到60歲啦，或者退休人士又有啦。咁後生嘅我哋見到啲其實30零歲、40歲咧，其實我自己嗰個經驗或者我自己睇咧，30零40歲、40歲頭嗰啲都好似成個僆仔咁啊！有時我見到啲。咁就其實50零歲係一個，我又唔話講係一個寶庫，咁始終都係其實每一層嘅年齡嘅人都有我哋自己知道嘅嘢咯，咁人哋唔知咯。咁當然係譬如又話講翻我哋嘅娛樂咧，我哋係許冠傑啊、譚詠麟、張國榮嘅4大天王嗰個年代就係我哋僆仔10零歲就出嚟嘅，即係嗰個年代正係香港咩大富豪啊。魚翅撈飯啊，咁就香港嘅電影80年代、90年代都係好紅咯。咁我哋就係90年頭咧就去咗日本讀書嘅。
咁嗰個年代去到日本，一啲東南亞嘅學生啊、韓國仔啊，甚至係啲日本人都會識得香港嘅電影，亦都有唔少日本人都學廣東話嘅。咁所以即係其實講真，其實大家都譬如而家你10零歲嘅，你20零歲、30零歲、40歲，其實每一個人，我又唔講話即係每4年一個 gap 或者係每5年10年咧，其實我覺得都唔一定要咁樣分，但係你可以嘗試咁樣分。每一個年代嘅人都有每一個年代佢嗰個特性同埋獨特嘅地方嘅，其實都係有好與唔好嘅。咁你後生世代咩2000年啊，依家10零20歲嗰啲係咪好勁咧？咁又我覺得冇得比，亦都唔需要去比，冇得比亦都唔需要去比，即係大家生活喺唔同嘅時空就一樣噶啦。但係大家生活咗喺唔同嘅年代。我自己嘅年輕嘅時候就係、譬如我10零歲咁計啦，我喺蘇浙讀書啦，喺北角寶馬山嗰度蒲啦，即係呢一段。咁我細路仔嗰陣咧就喺澳門，咁我大學嘅時段咧92至97咧就喺日本。咁所以我嘅時段、我嘅時代，即係講緊20幾30年前，咁就喺嗰啲地方發生。咁而家到我70後，而家到2026年咧，我就係養妻活兒啦。咁亦都呢段係我第2段嘅婚姻啦。咁就總之我哋即係碌70後嘅人咧，我哋碌咗幾廿年咧，其實我哋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經驗嘅。不過而家面對呢個 AI 時代，又面對呢個咁競爭同埋咁古靈精怪嘅年代咧，的確係有好多嘢係我覺得都係有無窮嘅壓力，尤其是經濟上面，因為以前可能自己我就經驗過好多唔同嘅嘢，咁所以亦都個底子亦都唔係咁好咯。咁可能有啲地方有底子係 OK 嘅，但係我又唔想特登去講啦。咁所以希望就我哋呢一批，我唔知係咪叫做被遺忘了的70後。咁其實如果你要講咧，你話而家啲僆仔10零20歲嗰啲，咁佢哋都可以話千禧年出世、2000年嘅20零歲，係咪憤世嫉俗啊？好多 energy 啊，好多嘢想做但係做唔到啊。咁你要創業又創業唔到啊，諸如此類。咁就其實係我覺得每一個年代，無論你10零歲、20零歲、30零歲、40歲、50歲，咁你去到60歲、70歲都差唔多去晚年啦。咁就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時段、每一個年代、每一個性別嘅人，都有你嘅 difficulties， 有你嘅開心與唔開心。無論如何，無論你個 AI、你個 robot， 你啲係點進步咧？我覺得人你本身出世出嚟，眼耳口鼻都係得嗰一對眼、一個鼻、一個口兩、一對耳仔、手腳都係一對。咁其實上帝做我哋又好，進化論出嚟又好啦。咁我哋出到嚟人嘅 design，我哋吃喝玩樂啦、喜怒哀樂啦，或者係起居飲食，即係衣食住行。呢啲嘢係無論過咗幾多年之後，10年前、100年前、1000年前或者而家咧，都係唔會變嘅，係冇變。有啲係永遠都唔會變嘅。咁就係係啦。希望呢一段如果有啲70後嘅人聽到呢一段咧，尤其是72年出世嘅，就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下啦。其實講真，如果你再細分啲咧，就算你係譬如我哥哥年代，佢係1997年出世，1970出世嘅，我1972。其實雖然爭年半或者2年，其實呢年半或者2年都可以個 gap 係好大。譬如我啲姐姐大我5年6年，咁佢哋嗰一代同嗰5年咧，佢哋已經完成咗成個大學，即係日本咁計啦。咁我哋先至係讀1年班或者讀日語學校，其實嗰5年亦都可以係爭好遠。即係唔一定係話，如果你話10年嘅10年嘅時間更加長，1年2年可能個差別唔係好大。但係如果即係相信大家，如果你哋有讀過大學，我哋就算大學，我印象啦，1年班即係柒鳩鳩咁樣，戇鳩鳩咁，1年班你真係乜都唔識嘅。2年班係叻啲咯，因為有啲新仔入嚟。3年班已經好成熟啦，已經差唔多要畢業啦，要準備揾嘢做。4年班係更加係已經喺大學裏邊4年班係大阿哥嚟嘅，睇住啲1年班2年班好似粒鵪鶉咁。咁所以其實啲時間係有時唔好話4年、5年、10年，其實有時就算係爭1年至2年咧，都可以即係嗰個碟，我唔知點樣解釋啊！即係都可以係差好遠嘅啲嘢。無論如何啦，咁希望大家都你不能代替我嘅生活，我亦都不能夠代替你嘅生活。即係每一個人只係可以活喺自己嗰個空間、嗰個年代，無論過去、現在、將來。咁希望大家珍惜自己嘅每一日啦。多謝朋友歡迎點讚，拜拜。